来关心伊朗政策上新的发展哦。美国总统川普伫社群平台宣布讲，以色列甲伊朗已经同意暂时停火，对台湾时间今仔中昼12点开始。较早之前哦，伊朗嘛针对美军伫卡达的乌代德空军基地发射飞弹，卡达是表示谴责，嘛发动攻击。佮讲已经成功来阻止伊朗的飞弹，嘛无造成死伤。国家电视台发布的影片，会当看到飞弹发射攻击美军伫卡达的乌代德空军基地。卡达半面是出现一阵一阵的火光，无远远的所在，阁听到爆炸的声音。这是伊朗对美国空袭核子设施的报复攻击。伊朗军方讲是破坏性真强，而且威力是真大。首都德黑兰的街仔道有真侪民众拢去街仔道在庆祝。不过，就伫攻击了后无偌久，美国总统川普伫因家己的社群平台宣布讲，以色列和伊朗已经同意暂时停火，台湾时间24中昼12点开始，伫24点钟来分阶段来全面停火，但是双方拢无随来确认停火。拜日透早伫德黑兰共款是传出真侪爆炸的声，互伊朗攻击卡达是透过外交部强烈谴责。تدين دولة قطر بأشد العبارات الهجوم الإيراني الصاروخي على قاعدة العديد الجوية القطرية. هذا الهجوم يمثل انتهاكا صارخا لسيادة دولة قطر ومخالفة لمبادئ حسن الجوار ويمثل اعتداء على الشرعة الدولية والقانون الدولي. 在卡达的半岛电视台报道指出，讲伊朗这个举动应该是象征的性质。川普后壁发文嘛证实讲，伊朗已经提前通知发射飞弹，佮考说伊朗的正式回应是真软正，一切拢是伫个因想的安尼。卡达事前就关联空，伫拄着空袭了后，包括科威特、巴林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拢先后宣布讲暂时关联空。法国外交部警告讲，这个举动会造成中东的局势危险升级，或者嘛分析伊朗攻击卡达的原因。chose Qatar because Qatar hosts the most important, the most big, the American base there. It has the longest runway and it has been key, to the operations. Whether in Afghanistan and in Iraq. 在伊朗报复攻击了后，美国三大指数颠倒是出现起伏，国际油价是继续大落。美国原油期落幅是超过7%，从4月初以来一天上大的落幅。美国副总统范斯伫受访的时阵强调讲，敢若用小可伤亡的代价，就成功摧毁伊朗的核子计划。佮讲，若将来伊朗佮想要来制造核武器，就会面对真强大的美国军队。公司新闻地位人编译。